大家平安，时间已经到吼。咱平安，今仔日要来做伙分享《路加福音》第一章啦吼。咱先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也阮会通搁一摆对你的话语要来分享。阮对《路加福音》第一章来了解恳求主你来帮助阮对玛利亚、对伊丽莎白甲遮的信仰的前辈中间，阮会当来学习因的精神。阮恳求主你的圣心帮助阮，也阮会明白你对阮的启示。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伫你手中，祝你甲阮三个地地，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免。好，我是声音断断续续的，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声音断断续续，我看一下，等下，我先出来一个哦。来，我来看我的，为什么你的是麦克风是关起来的？我是开的耶。我这边看就好。嗯，还是这是你的？这我的没有，我说那是你的麦克风。不是啊，你看这里。哦，可是我开的呢，我这边是开的呢。诶，恁敢有听到我的声？哦，这么可以啊？有啊，真大声啊！有啊，有哈。OK，好，好，我这个点 share 哈。好，来，路加福音第一章啦吼，咱前礼拜两礼拜前有咧讲到路加福音的即个情形啦吼。伊是一个较普世性的福音吼。当然伊有家己的神学的角度吼。我前摆有甲咱讲，你若看第三章迄个族谱家谱，耶稣的家谱，你若甲中吼。上头前甲上后壁刻起来，你就知影讲，伊咧指明讲耶稣是上帝的囝吼。所以即个真清楚咧讲着上帝的救恩吼。过来就是讲伊所写的对象，咱连面嘛会去讲着吼，就是一个外邦的官吼，伫即个所在吼。路加嘛是伫福音书的作者内底唯一有写续集啦吼。第二本册第二本册就是咱知影的《使徒行传》吼，《使徒行传》即个会通若连贯起来，咱就大概知影讲，路加伊所咧记载的代志，甲伊所参与的吼。所以基本上路加较无伫即个耶稣的身躯边吼，伊毋是伫第一见证人，伊甲使徒。甲即个保罗有做伙同工伫传福音的工作顶悬，所以对遮伊来收集遐个资料，去见证着初代教会的建立吼。所以伫即个所在，伊也讲真清楚，讲伊就是要甲伊所收到遮的资料，然后来甲伊查证了，写互即个咱讲提亚菲罗即个大人吼，互伊知影。有些人敢认为讲路加福音是咧一个讲疼的福音，因为伊大部分伊的焦点拢放伫福音对遮的弱势者啦、外邦啦，还是讲像讲咱若过来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迄个天使报佳音的时阵，第一个是对遮的啥物货？对遮的即个咱讲社会边缘人吼。因无去报户口，无去做加价吼，这甲其他福音书的焦点无啥共款啦吼。好，咱搁一个来看，路加是安提阿的人，安提阿就是即摆的叙利亚，古早嘛叫叙利亚，迄个地区拢叫叙利亚啦吼。就是伫即个犹太耶路撒冷的足北边的海边吼，海边咱知影会记哩，安提阿有两个所在。一个是伫土耳其内底吼，一个是伫即个叙利亚遮吼，伊是叙利亚即个部分吼。
伊是一个医生这哥罗西书第4章14节所写的保罗称路加是亲爱的医生啦咱嘛知影过去医生是人的使用啦是人的心乐安尼啦照记载就是伊84岁一世人无结婚就是做上帝的奴仆仆人安尼伫遐参与伫即个传福音的事工顶悬咱知影就是讲咱前边有咧讲着讲有人讲伊是第2世纪的人其实伊是跨世纪啦有可能安尼就是咧讲的中间有小可唐突伊是出世伫第1世纪这是确定的啦伊84岁兼且是看第2世纪过身伊所写的这个书信大约甲保罗的时间也无差介长，差介济安尼啦好，伊写批的对象，写福音书的对象，咱前面有讲着我大概佮甲迄个字小可互咱看一下提阿非罗是咱咧翻译的咱后壁佮甲加一个代人啦咱知影讲即个名基本上是外邦的名，毋是犹太人的名所以伊伫即个所在咧看到伊的即种普世福音的看法咱来看提阿非罗，那我用英语啦我莫用原文用英语互咱看提奥甲菲鲁斯是两个字啦咱知影伫神学院咧讲到神学叫做 theology 第一字就是即个咧讲神的学问，所以若照翻译来看，即个字叫做主啦，歹势即个叫做主啦伊正经的名叫做 Philos 所以基本上伊的名叫做菲罗大人咱的翻译有小可甲大人翻译过2摆叫提阿非罗大人啦所以小可互咱知影毋是介重要啦，是讲伊叫2摆叫几摆拢无要紧啦你若看到即个后壁这毋是我们这是伫希腊文的名后壁即个字lus 你若去看到一寡罗马时代的古装片，有真济人的名后壁拢是用即个 us 啥物 us 安尼这个咱大概就知影讲伊这就是希腊化的罗马人的名安尼好，路加并无甲耶稣基督做伙，伊毋是耶稣基督的亲身竞选的门徒，也是军队者所以伊伫写即个福音书的一开始的时阵，伊讲所讲的中间成就的代志，佮照着传道人就是讲伊听到的听到啥物人起初亲目睭看，佮传互阮的所以伊真诚实讲，伊毋是见证人伊毋是见证人，伊甲咱共款是听到才会，但是伊伫遐来求证求证因为伊伫咧求证的中间真有处事，照伊的处事来去编真有即种历史的角度去记载，所以嘛真济圣经学家讲伊就好亲像初代的历史学家共款安尼好路加福音的真清楚的思想不但是普世的神学尔，伊阁是一个拯救的神学啦伊咧讲到真济伫拯救医治顶悬好咱拄则嘛讲路加伊有写第2本册第2本册叫做《使徒行传》伫《使徒行传》一般伫咧研究圣经学的人，原来会甲叫做圣神行传啦。所以伊的圣神论真清楚伊的圣神论真清楚。虽然咱咧讲伫福音书内底，共观福音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较特别。
约翰写真侪甲圣神有关的代志，约翰嘛写真侪三一上帝的概念。虽然伊无直接写三一上帝，但是伊有真清楚即个神学的表达。但是正经圣神的运作、圣神的震动，特别是使徒行传对第2章开始吼，第1章使徒因就伫遐咧顶头嘛吼，第2章就是圣神降临者了后，开始整个初代教会起来。所以伫圣经的研究顶悬，就称伊做圣神行传吼。是安尼来啦吼，大概咱大家知影吼，就所以咱若有机会过来读《使徒行传》的时阵，咱就会通放迄个焦点真清楚伫即个所在。嘛因为是行传，吼，行传的意思就是付出行动啦吼，安尼若用英语叫 action 吼，所以你若讲迄个英语咧讲《使徒行传》的 act。就是很多的行动累积起来的一本书，安尼吼，所以伊基本上就是实践神学，足清楚的吼。门徒安怎伫因的生活中间去实践，去传福音，去帮助建立教会，特别是后壁面开始是保罗，记载保罗的3摆的旅程，到最后去到伫即个罗马吼，拢总第4摆拢总4摆这，所以拢是宣教的行动啦吼。好，所以咱伫介顿的时阵呢，咱嘛有讲到路加伊真敖写，真爱写亲像诗的即种的字句吼。伫今仔日其实内底就已经有几个吼，咱念伊伫咧分段中间就会讲到吼。好。咱来看吼，路加的诗歌啦吼，伊丽莎白就是伊的表姐吼，甲伊差真济岁的表姐伫路加福音第1章42节到45节，过来玛利亚伫去甲伊的表姐见面了后所讲的话吼，学了上帝的话，这是46节到55节。过来撒加利亚吼，撒加利亚就是约翰的老爸吼。所念的吼，像第2章迄个祭司西面伊先知西面伊的即个俄勒的诗歌吼，就是拢有吼。好，咱开始来看分段啦吼。第1章拢总有80节，真长吼。伫福音书来讲，这算真长的吼。伊伫这中间有几个段落，咱大概来看吼。第1节到第4节当然是咱讲前言啦吼，伊要交代着讲伊要写互啥物人，即个册伊是安怎来产生的吼，等等这是前言伊咧交代吼，交代互这个读者，也是讲即个提阿非罗，互伊知影吼，知影讲伊写即个的目的安尼吼。然后咱看伊讲。伊甲所有的资料拢查过，因为伊真斟酌，伊无茫会即个会产生一寡误会，也是讲无正确的，所以茫伊所收集遮的物件，伊拢有去查证过吼。可能当这时就是问啦，因为有使徒伊甲使徒做伙嘛吼，所以就伫遐有机会甲伊问去查证，是毋是所发生即款代志，也是安怎？我想伫迄个中间伊应该真有机会啦吼。好，过来就记载着洗礼约翰出世的预告啦吼，这是第5节到25节吼。即个较特别记洗礼约翰出世的代志。就是路加记上长吼，记上长，其他就是安尼交代过尔吼。咱伫这中间看到一个约翰的老爸，伊是一个真谦卑为着主准备道路的一个使徒吼。伊是伫这个圣殿中间的祭司，是一个义人。第6节讲的吼。但是伊讲到伊年老却无囡仔吼，伊感觉见笑，咱可能毋通用咱现代的标准看法去看到这个见笑这个字吼，这有伊的社会文化的背景伫迄个内底啦吼。但是
伫经文内底所要互咱看着讲，虽然伊无有囝，吼，对伊来讲，伫社会伊诶家族中间有真大诶压力，但是伊犹原安那坚持伊应该爱服侍诶伫遐来服侍上帝，吼，这是足无简单诶一项代志啦，吼，吼这咱看见讲这个建设这个字诶文化，吼，这是犹太传统中间所带来。就是好，咱像是讲一个人伊若结婚，伊就是爱有后代，比如讲亚伯拉罕、撒来，是安怎上帝呼召伊？其实是上帝知影伊有欠缺，伊诶欠缺就是无囝，所以上帝互伊什么应允？两个应允，就是后代甲土地，这就是伊所欠的，这是伊所欠的。咱嘛知影看到撒母耳的老母汉娜，伊嘛是袂生啊，有无？咱若去看撒母耳上卷第1章、第2章，你也看伊的先生足听伊啊，佫较济物件互伊嘛无效，伊就感觉讲安那，伊心内郁卒，因为无囝，这是伫整个的犹太传统文化的中间，我会记几个月前，文牧长老有咧带查经嘛有讲到迄个犹太人。爱带亚瑟阿兄若过身，亚瑟就爱小弟去甲带这个就是迄个因的文化的问题啦，迄甲真理无关系，迄是因的文化的压力，迄个文化压力讲到这讲一个迄个阮家己的代志互伊听啦牧师结婚了后，过一年，牧师娘就去维也纳读册。阮就计划讲无想要安尼早生啦，所以就讲慢慢来，反正伊嘛伫国外，伊转来了后，我转去读新学院啦，伫搁咧服侍中间安尼伫即个结婚了8档的时间，阮拢无囡仔，你毋知影？阮嘛是有迄种家庭压力啦，就是拢时大拢会甲你问讲恁当时要生囝啦，教会迄个三姑六婆拢足关心的呢，到尾足烦的讲阮无爱生啦，迄就是咱咧讲，迄个家庭压力、文化压力，有人讲你毋得爱赶紧生囝，恁爸爸咧等呢，原来有即种迄落我想伫真济的传统的家庭的中间，拢有即种的压力伫的啦，这是伫犹太文化的传统中间，咱嘛去看到真会当讲是足严重的一个文化压力啦，但是咱会当看到即个约翰的老爸，伊无因为安尼就来埋怨上帝，咱注意看汉娜的妈妈，伊嘛无安尼就来埋怨上帝伊颠倒伫上帝面头前伫遐咧求讨撒迦利亚有咧求无？有咱念伊会当看到经文甲咱写的好，撒迦利亚呢？最近我迄个文牧长咧定定咧讲圣经的内底的名有足侪是重复的毋是共款人拢重复的所以伫这中间，咱嘛小可来知影一下。伫新约呢，有讲到两个人，一个是旧约的人，一个是约翰的老爸撒迦利亚所以咱当小可知影一下耶稣所讲的另外一个撒迦利亚是伫旧约的啦好这个就是马太福音23章35节就是咱讲的路加福音11章51节耶稣所讲即句话讲，就是对亚伯的花开始，直到被抬的弹，甲伫殿中撒迦利亚的花这个是咧讲到旧约的人物这个毋是约翰的老爸所以咱知影一下另外这个就是约翰的老爸啦伫旧约呢，拢总有30个叫做撒迦利亚啦所以咱大概知影就是讲，你看到撒迦利亚毋通拢甲斗做伙安尼就毋对好伫这所在我特别提两个，就是拄则咱看到耶稣所讲迄个撒迦利亚另外一个就是撒迦利亚书的作者
伫这中间啊，互咱大家知影一下吼，伫这经文内底吼，好，这是带过去啦吼，互咱知一下吼，好。咱若注意看《路加福音》第1章，你有看到撒加利亚伊伫服侍的时阵，伊有讲照着因的班次，然后搁伫遐抽口啊吼。大概这小可互咱知影迄个背景。伫历代志上卷24章迄个所在，也是记下第8章遐有记载。照所罗门的时代呢，伊有来定即个班次吼，这是对台笔落来吼。即个班次因有家己爱轮流的即个时间吼，互因伫迄个所在来服侍。亲像咱若看历代志下第5章11节到14节。第一个献堂的礼拜中间，嘛有记载即句话，所有的祭司因无分班次，就是拢总做伙伫遐服侍上帝吼。咱知影讲，因伫圣殿的服侍是有照班的吼，照轮班的就对啦吼，毋是迄落一个人服侍到底安尼呢吼，无因是足侪人吼。我连伊互咱看讲，因到底有偌侪人做伙服侍吼，好。所以因有分住伫即个圣殿内底祭司，一般来讲就是祭司长啦，吼，也是遮个较权威的人吼，因是久长踮伫咧即个圣殿内底，所有其他的祭司普通时啊，拢家己有家己的工作，轮到着因的班的时阵，才爱入来伫圣殿内底，咱若倒转去看伫旧约的记载，因要来服侍时阵，就安那爱洁净家己，吼，爱洁净家己，为虾米？因为因普通时啊是伫外口做家己的事业，但是伊要轮到要来伫祭坛，就是圣殿内底祭坛服侍的时阵，因就爱甲咱讲圣别啦，吼，洁净自己吼，圣别，然后才会当入去服侍吼。这大概咱甲即个整个的概念来了解时，咱就知影讲哦，因伫圣殿的祭司是安尼啦吼，所以因普通时啊拢有家己的工作吼。因分做24个班吼，拄则我讲祭司长啦，也是迄个守圣殿的官啦，等等的，其他的人拢伫咧外口吼。即个阿比亚班就是撒加利亚所属的，即个伊是第8个班次吼。经文伫遮，咱有机会再去看吼，来了解因伫写的即个部分吼。好嘛，毋是所有轮到遮的人吼，就逐个人拢会当去服侍呢，无吼。因爱去抽考吼，因爱去抽考，因为因伫轮的祭司足侪人，咱知影祭司的家族对倒位来？对摩西阿兄的说下落来，迄子孙啊足侪啦，吼，迄子孙啊足侪吼，所以伊伫照圣经甲咱写着讲，每一个班吼，对4个到9个家族，每一班咧每一年2摆到伫圣殿服务吼，每一摆就是1礼拜的时间吼，1礼拜时间，好，因是足侪人哦，咱来看因偌侪人伫这个所在。听讲有遮尔侪人啦，要轮到当时，吼，因有一个规定，轮到这个班、这个家族，因就用抽签的，抽到的人就去服侍，吼，因若互抽到，因感觉安那足公平的，因为这是会当入去内底服侍上帝吼，是足公平的代志安尼啦。但是因有一个规定，一世人敢若抽一届尔。你即摆抽着了吼，你后摆着爱甲机会让互别人，无18000个吼。若逐个有个人，咱讲迄落签王的吼，就定定叫抽着咧吼。所以因为安尼的规定安尼，会当伫圣殿服侍，对因来讲是一个足公平的代志安尼吼。大概咱伫第1章读到即个撒加利亚的背景，咱大概小可知影是安那伊有遮的。班次啦、抽口啊啦，吼，嘿，好，咱拄则有咧讲到，即个无囝的迄种
见笑啦吼，羞耻吼，这是文化压力吼，家族的压力，传统的压力吼。撒迦利亚伊可能袂记得伊的祈祷啊，因为吼，照讲伊这个时阵已经足侪岁啊，真有可能伊伫少年的时阵定定祈祷，伊袂记得啦吼。这互咱来思考一项代志啦吼，就是讲上帝回应人的祈祷是照啥物货？照上帝的时间。上帝有伊的计划，照伊的时间。这个时阵，上帝要互撒迦利亚一个囝，天使甲伊讲啥？你的祈祷安那，互上帝听到吼，已经被听到的吼，这个祈祷安尼。所以咱毋知影伊到底是祈祷啥物货啦吼，但是讲可能咱知影天使甲回应讲，你有想要一个囝，但是上帝照伊的时间吼，迄个时间到撒迦利亚可能听到这个预言的时阵吼，早就失去望啊吼。比如讲，咱讲阿伯拉罕因啦吼，咱讲无囝，咱直接就会想到伊99岁，天使甲因讲，明年这个时阵，恁太太撒拉要生囝吼，因太太伫后壁听到伫咧偷笑，为什物？我的身躯就拢死啊吼，因的意思是讲死啊，就是无望啊吼，伫迄个生理顶悬。生理上吼已经无啊吼，无法度过来生啊，但是伫这个所在，圣经会记载迄个预言，迄是真正无简单的。比如讲，天使去甲这个玛利亚讲，你要因为圣神怀孕的时阵，玛利亚讲哪有可能，我都还袂嫁你毋知影？迄个伫第一章内底，天使安怎甲玛利亚回答？玛利亚无甲伊，天使无甲玛利亚讲吼，对啦，上帝就是要安尼，无伊甲伊讲啥？伊讲你的亲人伊丽莎白已经怀孕6个月啊，人看做袂使，上帝安那，逐项拢会使。天使所咧讲的是安尼吼，这是真特别的一个回应啦吼，一个回应吼。好。所以，咱会当看讲，伫约翰的出世的这项代志顶悬，你看见上帝咧准备伊的工人，吼。约翰的这个名的意思叫做上帝满有怜悯啦，吼。所以，上帝使者来预言，甲这个撒迦利亚讲，伊要得到一个囝，这个囝是上帝所备办的工人仆人，吼。并且讲伊要伫行伫主的面头前，为着主来备办道路，吼。过来，伊要伫主的头前做大。咱知影耶稣捌讲过哦，天顶地下无一个比安那约翰搁较大的吼。所以约翰伫主的计划中间是真大吼。所以天使预言即个上帝将来的工人，伊是安那无酒厚酒拢无啉的。伫老母的腹肚底就去互圣神充满。咱搁一解讲，路加族最重视圣神的工作，吼，伫这所在搁讲着吼。所以要互一个人来回头啦吼。咱来看即个厚酒、薄酒拢无啉，即个就是拿细尔人的生活习惯。拿细尔人是啥物人？参孙，吼，就是上帝特别的工人。伫即个所在，伊伫遮来互撒迦利亚知影讲，伊要过一个真圣洁的生活，伫上帝的面头前，伊是一个义人吼。并毋是讲约翰要诚做拿细尔人啦吼，但是伊知影讲伊伫生活顶悬，伊会做真好的备办，互上帝来用，互上帝来用吼。撒母耳其实嘛是安尼吼，因为伊的老母甲生落来了后，伊的老爸甲厝里人要去圣殿敬拜上帝，伊老母就讲那，恁做恁去，我要养饲伊，互伊甲长年备办伊去将来伫永远踮伫咧这个圣殿内底服侍上帝吼，这是要备办互上帝所用的吼。过来伫这个中间，咱看到讲上帝应允要得到囝吼，安尼看讲真大的见效，对犹太妇人来讲。
未生育，对迄个时代吼旧约也好，伫新约福音书遮共款，是真大诶侮辱，所以因伫遐所在，伊丽莎白伊安尼来告白讲，主咧眷顾我诶日子，安尼看来对待我，将我伫人间有无？人间诶见笑除去，但是伫上帝头前无有即件代志啦吼，所以咱大家知影吼，所以圣经中间有几啊个即种诶例吼。拄头前讲遮也佫有几个咱大家知影，这是因诶文化伫人诶中间所产生诶吼。好，过来就是讲，咱看伫遮有看到上帝诶宽屏吼。拄则咧讲玛利亚咧讲我也袂记哪有可能发生即种代志，但是对天使就甲伊讲是上帝无有困难诶代志啦吼。伫对因来讲无囡仔。就像即个撒来共款，比顶天较难呢吼。但是伫上帝来讲，这是上帝宽屏吼，无有即种做袂到诶代志吼。所以保罗伫罗马书第4章18节到15节就讲撒来会当生育是上帝诶宽屏，互伊对死佫活吼，肉体顶悬吼，来得到帮助吼。好，伫这个所在，咱佫倒转来看讲。天使甲撒加利亚讲诶，你诶祈祷得到应允啦吼。当然咱毋知影撒加利亚诶祈祷是啥物货，但是咱知影伊诶祈祷互上帝听着，上帝就来甲回应吼。互伊有一个囝，互伊一个囝是照上帝诶时间，照上帝诶时间，上帝诶时间要成就，有上帝伊家己诶一个计划，伊想要做诶代志，所以伊就设立。即个约翰诚做伊诶工人吼。好，过来对26节到38节，咱看到耶稣诶家世吼。伫26节到27节咧讲到大笔诶子孙吼，讲到即个伊诶老爸吼，大笔诶子孙吼。伫即个内底咱看到因所咧讲诶吼。过来看到迄个。蒙恩诶女主吼，蒙恩诶女主，对28节开始看，咱会看到伊伫这个所在吼，透过圣神诶怀孕，这是上帝诶恩典啦吼，嘿，伫即个中间，咱可能爱去了解，就是讲，咱诶翻译拢讲是处女啦吼，但是伫原文诶意思其实是一个。要未结婚吼，适婚诶女子吼，应该是讲安尼啦吼。像咱咧看马太福音咧讲迄个10个女子吼，有聪明诶，有戆诶吼，有准备诶，甲无准备，迄拢是伫拢适婚年龄诶查某囡仔安尼啦吼。好，耶稣基督诶身份吼，伫即个所在吼，31节到33节。经文才有讲到吼，伊讲你要生一个囝吼，要伊要做大啦吼，要甲伊号名叫做耶稣吼，要甲号名叫做耶稣吼。伊诶国是要做雅各家诶国吼，要直到永远吼。伊诶国嘛无穷尽啦吼，嘛无穷尽。所以伫这所在咧讲到耶稣这个身份吼。34节到37节拄则牧师已经有讲着啊。玛利亚伫遐提出问题讲是的，我这拍毋着字吼，这个我无出嫁，不是出这个正吼，我无出嫁哪有可能吼？怎有即种诶代志吼？是的，天使用伊丽莎白怀孕诶代志来伊讲上帝诶气力吼，上帝所讲诶话无有一句无带能力诶吼。来，天使加百咧玛利亚有言要有圣神诶同工，所以玛利亚要为着上帝来生一个囝，号名叫做耶稣。耶稣是希腊文吼，希腊文是希伯来文诶，叫做约书亚，意思就是上帝诶拯救啦吼，上帝诶拯救吼。所以伫这所在，天使所强调诶是上帝诶话语是有能力诶吼。
这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来成就的。洗礼约翰的出世嘛是上帝的旨意所来成就的吼。咱会后壁会去看到讲这个约翰这个囡仔的名吼。36节到37节这个所在就是咧讲到借着圣神的感动这个头前天使撒加利亚所讲的话，提到讲这个腹肚内底的囡仔要号做约翰啦吼，是圣神的充满，嘛表达迄个上帝的权柄吼，上帝的权柄所以咱搁一摆来搁强调着圣神是路加写这个福音书也好，也是这个使徒行传也好，非常重视的一项代志吼。过来看到玛利亚的态度啦吼，玛利亚的态度咱若看到这个玛利亚去看到伊的表姐撒加利亚的太太伊丽莎白，伊来伊请安了后，伊伫迄所在愿意来顺服，甚至天使咧甲讲话了后，讲38节吼，讲话了后，伊讲我是主的女婢。愿你的话成就伫我的心上，所以伊愿意顺服这真无简单，因为咱知影伫当初时的这个文化的背景来讲其实玛利亚会去互落罪，甚至会用石头甲钉死嘛，可能吼如果约瑟伊若无安尼来顺探上帝的启示的时阵，都有可能吼。好。过来咧，39节到45节，咱看到玛利亚来访问伊丽莎白。这段我特别爱讲，就是讲，咱可能认为讲都去拜访亲戚尔，亲像咱即马吼即马年假吼，4月初年假，就可能有人要出去外口要去倒位拢真方便车开了行吼。咱知影当初是无车呢吼，若要出去吼，若毋是坐这个。骆驼就是坐驴吼，坐驴较有钱的官位较悬的检查有马吼。但是你知影玛利亚这个时阵几岁无？照咱即摆的年龄，才12、13岁尔吼，12、13岁查某囡仔，伊要去拜访伊的表姐伊丽莎白吼。连伊咱会来看一个地图，大概互咱知影讲偌远的距离啦吼。好。所以，当天使甲玛利亚启示了后，伫38节，玛利亚表达伊愿意顺服接纳上帝的旨意。39节，伊就马上起身，就去找伊这个伊的阿嫂伊表姐是嘞，伊的表姐伊丽莎白所以展现出玛利亚伊的行动力啦嘛看到伊丽莎白的信心伫这个所在到底偌远呢咱来看约书亚记的这个经文啥不哩啊远的所在啦不哩啊远的所在咱来看见伊丽莎白所住的所在玛利亚是伫顶悬遮玛利亚是伫顶悬遮伊丽莎白是伫这个所在伊就爱安尼伊安怎落来才较有可能啦因为遮有山谷啦但是无论安怎，咱就知影讲伊是爱行真远的时间来去看伊的表姐伫这个所在，咱也看见讲伊的信心甲伊顺服上帝的这个心伫遮会看到46节开始到56节，看到玛利亚的儿女玛利亚的儿女，即句话时常出现啦我的心尊主最大我心尊主为大，和本的圣经安尼翻译啦我心尊主为大这是会当讲即句话是玛利亚的代表词啦
吼，伊时常讲一句话吼，我的心尊主最大吼，我的神因为我的救主来做欢喜。吼，上帝顾念我，所以伫即个内底，咱会当看到伊的恶乐吼。啊，若准看伫即个圣经吼，圣经诶新诶编辑翻译啊，伊就会用即个诗句诶形式甲伊写起来吼，甲古早咱读课本无共款啦吼，会一句一句安尼写落来吼，所以伫即个所在，就来讲到上帝的权能，上帝成就大事，伊的名是最圣吼，等等遮的，就伊就伫遐来体会，然后就将遮的代志来献上伊对上帝的学乐吼。伫遮佫特别爱去看到，就是讲，伊已经有讲到遮的物件，遮的代志，纪念阿伯拉罕的约吼，好。这拢是对旧约的圣经内底迄个先知的启示吼。后来，约翰的出世甲伊的名啦吼，咱知影约翰这个名毋是这个撒加利亚家族内底的名，但是这是上帝的旨意吼。撒加利亚照上帝的旨意，为着囡仔号名的时阵，号做约翰了后，伊才开喙讲话吼。伫迄进前吼。伊当变下狗，袂讲话吼。这是对伫边仔因的亲人来讲，真特别的一个见证，也是讲经验啦吼。如果咱若去看到59节的经文的所在，咱就知影讲，这真正足特别的吼，是安怎会发生即个代志吼。咱来看伊讲，伫即个经文的中间看到伊丽莎白伊有心，然后伊搁安那米5个月，伊可能毋知呢，是毋是伊的心态是讲，我遮老啊吼，若无成功落体，毋知会安怎吼，所以米起来，甲真稳啊，才安尼来通讲，才甲人讲，真有可能啦吼。这咱约的，因为圣经无甲咱讲啦吼。但是圣经有甲咱讲，伊米5个月啦，吼，米5个月。第6个月就是迄个了后，玛利亚去找伊啊，吼。好，伫即个中间遮尔济岁生囡仔，当然真欢喜啊，吼，真欢喜。所以我拄则讲三姑六婆就来了啦，吼，就来因兜啊，吼，讲恁赶紧甲因囝号名啦，无甲号做撒加利亚2世好啊啦，吼，因为伊的老爸遮尔济岁才生伊嘛吼，但是呢无吼，你若照圣经63节的记载写的吼，因为撒加利亚用一个纸板吼，一个板仔写，一个写讲伊的名叫做约翰啦吼，好。咱会当看伊讲即个因伫即个所在，我若有照着因即个例犹太人的例，第8日就来行割礼吼。即个第8日行割礼是对亚伯拉罕开始吼。咱看创世纪17章第9节、94节的记载，伫迄所在上帝甲亚伯拉罕立约，就伊甲因兜的即男丁拢爱受割礼吼。这个是伫创世纪就已经来规定落来。21章创世纪21章第4节，以撒生落来第8日吼，嘛是安尼。耶稣出世的时阵嘛安尼做啦吼，所以就照着规例因来行这个礼吼，行割礼。所以尾咱就看到迄个号名吼，咱就知影上帝的意思就是要伫约翰的身上来展现着上帝人民的应允，所以上帝真清楚爱撒加利亚甲伊的囝号名叫做约翰吼，这甲因厝里的人真无共款吼，想法无共款。61节讲，伊的亲友拢讲恁的亲族中间吼，也无人叫做这个名吼，就咱知影讲有迄个文化上的压力，甲上帝的旨意，咱要对倒一个
这个真清楚啊。所以撒迦利亚伫经历着这个新约了嘛，感受着上帝伊的宽容，所以伊就开喙伊甲讲，这个囡仔要叫做约翰了，伊就开始开喙讲话，然后伊就对67节到80节，这是撒迦利亚伊的俄勒的诗歌啦伊就伫这所在来写一个真水的俄勒的诗歌圣经讲伊互圣神充满搁一摆伫第1章内底已经讲过两摆圣神的工作这是路加的特色啦撒迦利亚做先知，上帝是应该俄勒伫这个所在咧讲伊眷顾伊的百姓，为着伊来行救赎，有拯救的角，先知的预言，拯救咱脱离对敌，是着怜悯至悬的先知伫这个所在有言着，将来约翰伊的职分伊的职分，这是对76节开始，伊讲我的囝，你要互人称作至悬上帝的先知是要做耶稣基督迄个传福音的这个头前伫迄个所在，所以咱看伊讲伫这中间撒迦利亚真清楚，伊的囝就是要来服侍上帝。到伫第80节，伊讲囡仔渐渐大汉，身躯甲心灵臃肿还住伫旷野这个就是咱拄则咧讲敢若4个人真共的生活，伊伫遐过一个真圣洁的生活，然后准备要来服侍上帝好，第1章讲到这，来。有问题吗？还是要分享的？不一定有问题啦逐个人拢无要问。撒迦利亚是祭司还是先知？照讲是祭司啦，照讲是祭司，伊照祭司的轮班，伫遐所在来抽考来服侍上帝，但是因为到落尾伫约翰的这项代志的中间，伊敢若嘛有迄种先知的角色咧讲预言咱看到伊的俄罗斯中间，伊咧讲到伊的约翰这个后生将来要做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的先知有迄种先知的角色，我有走出来其实咱若注意甲看伫旧约中间摩西3个角色拢有，伊嘛是祭司，伊嘛是先知，伊嘛是士师带领烧钱拢叫做士师啦其实因每一个领导者，你看咱用撒母耳就好撒母耳到底是先知还是祭司还是士师？你分袂清楚其实你毋知影，扫罗做王，撒母耳足无欢喜一项代志，啥物代志？伊捌讲过我毋是会当做恁的领袖吗？是安尼要求一个王，恁要求恁家己要负责任意思是讲，伊就是士师伊就是领袖恁阁要要求甲其他的民族共款要求一个王，无必要。事实上，伊就是好哪参像王这个领导者的角色其实因的角色无分不过可能就是讲伊倒一个分量较重啦我是安尼认为啦，伫上帝的这个仆人的中间有先知性的角色，有祭司的职分通常你若看先知甲祭司，倒一个人上爱，倒一个人无爱？祭司人较爱为什么我得罪上帝拜托祭司你替我献祭一个所以伊是和事佬，做和平的工作啥物人上无爱？先知，所以先知定去互杀恁做毋对，恁着爱悔改，你知影所以足侪人无爱做先知
好，这个题外话。无撒加利亚的本身的职务是祭司足清楚啦。嘿，佮有无？咱欢迎迄个汉旗节来伫咱的中间吼，伫阮的边仔遮吼来参加，嘿。好，啊若无，咱请连长长落传咱的祈祷的结束。好，咱三个来祈祷。万关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你保守看顾，互阮会当时常来亲近你。感谢你通过牧师所开帖，互阮更较清楚。路加福音中间特别第一章有介绍到约翰，也有介绍到玛利亚。主啊，阮知阮每一个拢是你所竞选的，拢有你的美好的旨意，甲美好的呼召。主啊，求你帮助阮，真正会当会设上将做一人的帮衬。虽然阮的角色有时是亲像祭司，有时佫需要担任先知的角色，总是这让阮无法度做真好的选择。阮只有是仰望你，求你施阮来帮衬，保守阮过来通过路加福音所记载，会当更较清楚上帝你伫阮心中爱阮去做的，帮助阮更较明白你是万权能的主，阮只有仰望你，特别将教会一切事工的推动。阮有时阮毋知头前着安怎来行落去，总是阮相信主你也甲阮伫咧，阮着无低头惊赢，阮当靠主来得胜。阮感谢你今仔日，互阮这个时间，大家伫遮三甲来学习。阮过来暗暝，求你也保守阮，会当好困到天光。我们四转进前，安尼咪呈现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好，大家平安。哦，平安，平安，平安。